大家嚟到沙田新城市廣場啊，就係出席由我哋香港電台主辦啊香港唱片足印展開幕禮。今日咧 Andy 咧就去咗沙田新城市廣場1期1樓嘅羅馬圓形獻技場，因為香港電台咧喺嗰度咧就舉辦咗一個香港唱片足印展嘅一個嘅好精彩嘅黑膠唱片展覽啊！由即日起咧至到7月9日，每日中午12時至下午8時咧，都會開放俾公眾朋友睇嘅。咁今日咧就係一個開幕禮啦，同埋一個嘅發佈會嘅。咁啊喺會上邊咧，其實就有好多嘉賓出席啦。咁但係亦都同樣精彩嘅咧，就係兩邊大家已經見到咧，就展出咗好多好精彩嘅黑膠唱片。咁其實香港電台咧，佢個唱片庫咧係有超過咧就15萬張嘅唱片嘅，非常之厲害。咁啊今日咧佢哋咧就精選咗咧就係100幾張。100幾十張咧就擺咗喺現場俾大家睇嘅，咁裏面咧係揾到好多好經典嘅唱片啦，同埋勾起大家好多集體嘅回憶㗎。咁裏邊一啲咧就係中文嘅碟又有，英文嘅碟又有，咁亦都有好多咧曾經喺香港電台10大中文金曲裏邊咧得到10大金曲獎嘅歌曲嘅唱片啦，亦都有好多珍貴嘅白板唱片啦，即係嗰啲歌手派台時嘅唱片啦。大家有冇見過正方形嘅唱片咧？星形嘅唱片咧？又或者有一啲歌手咧親筆簽名嘅唱片，例如陳百強啦，咁全部都可以睇到嘅喎。咁啊，另外咧今日嘅嘉賓咧亦都有好多嘅，其中咧就包括楊千嬅同埋鐘鎮濤，睇下佢哋講乜嘢。掌聲我哋兩位特別嘉賓好唔好啊？多謝你哋嚟臨啊！千嬅咧，你有冇情有獨鍾啊？對黑膠碟或者 CD？呢個認識係從我爸爸開始嘅，咁因為佢係好喜歡黑膠，所以細個其實到而家屋企係收藏咗好多貓王嘅碟啦，去到 Beatles 啦，又有溫拿啦。Sam 可以睇啊，都收藏咗好多黑膠唱片。咁傳到落我代嘅認識，我就好中意陳百強啦，大家知道。Danny 好多碟啦，然之後哥哥啦、妹姐啦。咁啊，到自己有幸進入呢個行業嘅時候，亦都係因為實體唱片，即係我好有幸係由實體嘅黑膠唱片體會到而家呢個數碼年代。咁所以你就會發覺呢個實體唱片嗰種情意結同重要性嘅。咁所以到而家都會有機會出到彩膠啦，我唔係淨係黑膠唱片啦。咁我覺得都係一個傳承嘅文化嚟嘅。都係出過咁多張唱片啦，有邊一張唱片咧，其實你覺得都 OK 嘅，或者係好用心去做啊，或者係覺得好中意嘅咧？我都出過好多張㗎啦。咁啊80年代出嗰啲我都幾中意嘅，譬如有一隻叫《看星的日子》啦，咁佢就有嗰隻碟就攞咗嗰年最佳設計嘅，咁啊有一塊牛油紙咁做包裝嘅，咁啊我哋中意仲有一隻就係有一隻隨風有嗰啲誠懇啦，嗰啲碟我又幾中意嘅。係啊。千嬅咧，你有冇邊隻唱片係你特別印象深刻嘅咧？製作嘅時候？唔係我自己製作嘅多啲添啊！印象深刻係 Danny 有一張咧，佢係坐住好長嘅凳廳，又係白色嘅。我記得。好靚仔，我覺得。即係嗰個時候好中意。張凳又好有型咁樣嗰啲。而家要儲好耐錢先買到，因為都唔係平㗎嘛。我覺得當時嘅價格對我嚟講，咁去到自己我一定係我係第一張出彩膠係紫色嘅，應該係2000年嘅時間，嗰個 Play It Loud Kiss Me Soft 嗰張碟。OK。咁嗰個就係喺澳洲影寫真嘅時候，佢攞咗2張嘅相我嚟做人生嘅第一張嘅黑膠唱片咯。今日真係好難得，可以訪問我嘅兒時偶像魏炳郎先生，郎哥。嗰隻。除咗《似水流年》之外咧，有一隻咧，我覺得最好嘅《愛的根源》。因為以前好多咧，好多歌咧係改編自日文歌嘅，但係《愛的根源》咧係香港創作、香港作曲作詞，即係呢個係最難得嘅一樣嘢。如果冇錯，呢個 Andy 同魏炳郎嘅訪問裏邊咧獲益良多。因為郎哥咧，佢講咗咧，佢從事電台工作幾十年啦，接觸過無數嘅黑膠唱片。呢啲唱片唔單止承載住美好嘅音樂，亦都承載住我哋嘅集體回憶。無論係電台工作或者係出唱片嘅行業，其實佢哋為我哋帶嚟唔單止係娛樂，仲係香港人自己感到驕傲嘅一啲音樂嘅成果。呢啲音樂成果擺咗喺歲月裏邊，已經成為我哋珍貴嘅回憶啦。今天重溫，仍然令我哋感到非常之溫暖，非常之感動。
咁 Andy 又問阿郎哥啦，哇，做咗咁多年電台嘅節目，播過咁多嘅黑膠唱片，心目中嘅 Top 3係邊3張呢？嗱，所謂 Top 3咧，就係佢到而家仍然係印象難忘。咁當然郎哥咧揀得好辛苦啦，不過佢依然揀咗其中只有一張係廣東唱片啫。嗰張咧就係陳百強嘅精選啦，因為佢話一睇到個封面咧，白色嘅底，而 Danny 咧就係戴住一個太陽眼鏡，着住一套黑色嘅西裝，非常之型。未聽裏邊嘅歌，見到封面已經想即刻播出嚟聽啦。另外咧，佢就提到咧就係貓王 Elvis Presley Volume 3嘅精選，同樣封面非常之吸引，盡顯巨星嘅風範。另一張碟咧，佢就揀咗 Madonna 嘅 Like a Virgin， 因為佢話原來咧當年咧佢哋會覺得 Madonna 雖然係位外國歌手啦，但係佢對香港音樂嗰個影響咧係非常之深遠嘅。佢嘅歌當然咧就係香港係非常之流行啦，但係亦都深深影響住香港歌手嘅音樂路線啊！嗱，唱片封面咧，好多歌手嘅唱片封面咧都仿效佢，用呢一種充滿魅力散發嘅一種方式咧，去製作佢嘅唱片封面。另外咧，其實香港好多女歌手咧，譬如梅艷芳啊、葉倩文啊等等咧，亦都曾經咧就係改編過咧 Madonna 嘅歌曲，成為大熱嘅作品嘅。咁所以你話咧，其實香港樂壇咧真係中西合璧嘅。呢一位資深嘅傳媒人，當佢分享嘅時候咧，津津樂道。咁啊，雖然而家咧已經成為我哋嘅長輩啦，但係感覺上咧佢仍然充滿活力嘅。我相信原因之一咧就係因為咁多年嚟佢一直與音樂為伴，亦都透過電台工作咧同我哋分享美好嘅音樂，令到大家嘅人生裏邊咧充滿快樂同埋力量嘅。